儿臣献给父皇的贺礼就是它。我？你敢给你父皇纳妃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！参见皇上，迷你祝皇上生日快乐，万寿无疆。易清柔，我让你操办寿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回禀皇上皇后，这个呢是我家乡的习俗，这个叫生日蛋糕。只要有人过生日啊，这个人的家人还有朋友就会送这个给他。上面的蜡烛呢，代表对这个人的祝福，然后寿星可以对着蜡烛许愿。如果许愿过后能一口气吹灭这些蜡烛的话，那他的愿望就一定能实现了。这算什么风俗啊？从来没听说。我倒觉得十分有趣。那就姑且试试。皇上，要这样，闭上眼睛许愿。好。大家跟我一起唱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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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祝你生日快乐。只有这一桌酒菜，莫非你想让皇上皇后跟我等同桌而食？皇上，在我的家乡，很多年轻人都不在父母身边，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在一桌吃饭。我想，那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。是啊，我们一家人很久没有坐在一起，安安生生的吃顿饭了。尹洁柔，你不会以为你也有资格坐在这里吧？我当然不会那么想了，那个位置是我留给大王爷的。说好了是一家人吃饭，理当应该有一儿的位置。请皇上、皇后娘娘还有各位王爷品尝，这是我亲手做的。皇上直接吃就可以了。好甜呐，入口即化，非常的好吃。来，王子吃。好吃啊！小儿，你为父皇准备的礼物呢？儿臣为父皇吹奏一曲。阿广，大头，噔噔噔噔，国内第一造型师果然不是盖的啊！哎，挺像那么回事儿。你可以侮辱我的性格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职业。怎么样？一会儿我再给你展示一下我的易容术。瞅你那德行！哎，大图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哎，你们准备怎么样了？一切准备 OK。那就关门放皇上啦。OK。1、2、3，加油！啊，父皇。